喺香港，如果你想發達，你可能會炒股、炒樓，有相關學歷嘅會中環做金牌基金經理。但係距離香港只有1個鐘車程嘅澳門，曾經存在過一個非常神秘嘅職業。呢個職業唔需要學歷，唔需要考牌，甚至唔需要你有任何背景。喺最瘋狂嘅時期，呢個職業裏面最頂尖嗰批人，1個月嘅收入就可以輕易買起成層中環嘅海景寫字樓。喺澳門，佢哋被稱為疊碼仔。我哋今日故事嘅主角就係將呢個職業玩到極致，最終引爆澳門世紀大地震嘅世紀千王黃山。2014年4月，呢個叫黃山嘅疊碼仔喺一夜之間人間蒸發，隨之一齊消失嘅仲有各大賭廳嘅大約100億港元嘅資金。佢嘅消失直接令到澳門6大博彩股喺1日之內市值蒸發咗幾百億，多個老牌賭廳即刻關門大吉。黑白兩道為咗解決佢，甚至喺東南亞黑市開出咗高達1億港元嘅驚人暗花。一個喺農村出身嘅窮小子，到底係點樣利用疊碼仔呢一個身份玩謝無數頂級富豪？而人間蒸發咗2年幾嘅佢，又點解會因為一個無可救藥嘅致命弱點喺柬埔寨被人捉到？今日同大家講下呢一場涉及百億嘅最瘋狂人性賭局。歡迎嚟到加仙奴，我係阿嘉，大家好。要理解黃山係點樣呃走100億嘅，我哋首先要明白疊碼仔喺澳門到底係扮演一個咩角色。如果你用而家商業嘅眼光去睇，疊碼仔其實就係超級 VIP 客戶經理，加上高風險私人地下銀行嘅結合體。大家都知道內地係有外匯管制嘅，一個內地嘅億萬富豪，如果佢手痕想去澳門賭幾手，佢係唔可能帶住幾百萬現金過關，提款機亦攞唔到咁多錢，咁可以點？呢個時候疊碼仔佢就要出場啦。佢哋嘅運作模式通常分為3步。第一步，帝王級拉客，疊碼仔會喺內地揾啲有實力嘅大孖沙富豪，提供1條龍嘅免費服務，私人飛機接送，頂級5星級酒店總統套房，豪華私家車，頂級名廚，甚至由明星模特兒全程陪伴。呢一切富豪唔需要俾1蚊雞啊，全部由疊碼仔找數。第二步，信用賒賬瘋狂抽水。到咗賭場貴賓廳，富豪兩手揈揈坐低，疊碼仔二話不說，用自己嘅信用直接同賭廳賒咗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嘅籌碼俾個富豪玩，行內人叫做打泥馬。富豪喺一邊賭，疊碼仔就喺旁邊侍候。佢每賭一次，無論輸定係贏，賭場都會俾疊碼仔大約1或者係1.2% 嘅佣金，呢啲叫做轉馬佣。大家唔好睇少呢1%，嗰啲大孖沙豪賭起嚟啊，一晚嘅流水額隨隨便便就係幾百萬、幾千萬甚至過億。就係咁，富豪喺嗰度賭一晚，疊碼仔咩都唔使做，齋坐喺旁邊遞下毛巾、斟下茶，就可以穩穩陣陣賺100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嘅佣金。第3步亦都係最危險嘅一步，收數。等富豪賭完返內地之後，疊碼仔就要負責去內地將之前賒出去嘅賭債收返嚟。所以一個成功嘅疊碼仔必須具備2個極端嘅特質。第一，要夠貼心，令富豪滿意你嘅服務同信任你。第二，背景要夠厚，有本事將內地嘅賭債收返嚟。
而我哋今日嘅主角黃山，就係當時全澳門公認最貼心、信用度最高，亦都係最敢放數嘅搭馬仔之王。黃山出生於中國貴州嘅一個普通農村，長相冇乜特別，但係佢好識得睇人眉頭眼額。大約喺2010年，佢入咗當時澳門非常出名嘅金輪貴賓會做搭馬仔。有啲老闆輸咗錢，心情唔好，黃山二話不說，自己揞錢送上10幾萬嘅禮物安慰老闆。當老闆資金周轉唔切，佢甚至夠膽咁喺冇任何抵押嘅情況之下，直接簽名借出上千萬嘅籌碼。佢嗰種豪爽、夠義氣、有求必應嘅形象，令黃山喺短短2-3年裏邊，喺富豪圈同賭廳高層之間建立起一個極高嘅信任。大家都覺得黃山呢個人都幾好。到咗2012年，黃山覺得時機成熟，佢開始喺澳門嘅各大貴賓廳裏面放出咗一個令人無法拒絕嘅超級誘惑。佢同身邊嘅搭馬仔同行，甚至熟悉嘅富豪們講：我手上有好多內地實力雄厚嘅大孖沙，佢哋需要大量嘅資金周轉。你哋將手上嘅閒錢放喺我度，我每個月俾返2.5% 嘅淨利息你哋，月息2.5%，即係話1年回報率高達30%。呢個數字簡直係不可思議嘅暴利啊！一開始大家都有懷疑，但黃山呢幾年累積嘅信用發揮咗作用，而且每到每個月嘅1號，黃山都準時1蚊都冇少咁將2.5% 嘅利息傳到去債主嘅戶口。呢種準時派息嘅行為喺賭場呢一個極度重視現金流嘅地方，簡直變成咗神話。瘋狂嘅資金開始好似海嘯一樣湧向黃山。唔止係內地富豪，連澳門當地嘅有錢阿太，甚至其他貴賓廳嘅高層、其他搭馬仔，都將自己客人嘅押金、血汗錢成億咁樣交到去黃山手上。但黃山攞到嗰幾十億、上百億嘅資金之後，會唔會淨係借俾普通賭客？梗係唔會啦！喺呢度我哋要揭開澳門當年最暴利，亦都係最危險嘅暗黑遊戲——賭台底。咩叫賭台底？簡單嚟講，一個老闆喺賭台上面放咗100萬嘅籌碼，但佢同黃山私下約定，去玩嘅係1賠10，即係話台面上如果佢贏咗賭場100萬，黃山喺台底就要額外賠佢1000萬。調翻轉頭，如果佢輸咗100萬，佢要喺台底俾翻1000萬黃山。點解要咁樣玩？第一，避開賭場上限，去滿足賭得大嘅賭客想要下注超過賭廳最高限制。第二，避稅同瞞款。台底賭款冇經過賭場系統，賭客同廳主可以藉此隱藏巨額資金流動。台底下嘅交易可以避開向澳門政府繳納高達30% 嘅博彩稅。不過呢個行為係屬於嚴重違法嘅犯罪行為。黃山當然冇理會呢一點啦，佢利用收返嚟嘅幾十億資金做本金，喺台底跟無數嘅內地大鱷瘋狂對賭。如果運氣好，佢一晚真係可以賺幾個億啊！但問題係10賭9輸，即使係做莊嘅黃山，亦逃唔過命運嘅安排。更致命嘅係2013年前後，有啲內地富豪喺台底下輸咗幾億甚至10幾億之後，因為內地反腐同經濟收緊，轉頭就變成咗爛賬嘅死數，根本收唔返錢。一邊係內地收唔返嘅幾十億爛賬，另一邊係黃山每個月點死都要死出去嘅2.5% 嘅驚人利息。
黃山嘅資金鏈其實早喺2013年底就已經走到咗崩潰嘅邊緣，佢只可以不斷尋找更大嘅資金進場，玩起咗最典型嘅龐氏騙局。呢座由金錢同大話堆砌出嚟嘅金山，終於喺2014年嘅4月中旬迎嚟咗徹底嘅山崩。當時正值澳門清明節同埋復活節假期嘅前夕，係貴賓廳資金攞錢嘅高峰期。有幾位放咗幾十億大額喺黃山嗰度嘅大債主，因為內地有項目急要用錢，於是聯繫黃山，提出要攞返大約10億港元。黃山喺電話裏邊答應得非常爽快，佢話冇問題啊，假期放完嘅第一日資金會準時到帳。但係到咗約定嘅嗰一日，債主們打黃山嘅電話，聽到嘅係冰凍嘅電話留言，你所打嘅電話已關機。起初大家以為佢都係可能忙緊，但過咗1日2日，黃山嘅所有下屬，包括司機、助理、秘書，全部都揾唔到黃山。有人去到黃山喺澳門嘅豪宅，發現已經人去樓空，所有值錢嘅金條、名錶、重要文件已經被清理得乾乾淨淨。黃山走咗佬呢個消息喺2014年4月17日，好似黎克特制10級嘅大地震，瞬間將成個澳門賭業砸得支離破碎，恐慌好似瘟疫一樣蔓延。嗰啲將全副身家，甚至連同客人嘅幾億資金，都俾咗黃山嘅搭馬仔佢哋，好似癲咗一樣衝去金輪貴賓會同各大相關賭廳，佢哋不停喺度叫：黃山走咗佬，我啲錢點算啊？嗰啲係我啲客嘅錢嚟㗎，快快脆脆攞返啲錢出嚟啦！啲錢再攞唔返出嚟，會死人㗎！一時之間，幾十個億嘅提款要求同時掟向賭廳，引發咗澳門博彩史上最嚴重嘅貴賓廳擠提風暴。首當其衝嘅金輪貴賓會，幾日之內就被江湖債主佢哋強行接管，隨後宣布倒閉。佢哋嘅負責人何大志更喺後來嘅採訪中大吐苦水，表示自己被黃山害得好慘。呢場風暴仲沿住地下金融鏈直接燒到去資本市場，永利、銀河、金沙等等澳門6大博彩巨頭嘅股價應聲暴跌，短短幾日之內，市值蒸發咗上百億港元。根據後來嘅保守估計，黃山今次嘅走佬捲走嘅資金係由80億到100億港元之間，成個澳門黑白兩道嬲到震。多位利益受損嘅頂級江湖大佬聯手，喺東南亞黑道發出咗高達1億港元嘅暗花同江湖通緝令。江湖傳聞當時嘅要求係生要見人，死要見屍。手握近100億巨款，背負1億暗花懸賞，黃山開始咗佢長達2年嘅逃亡生涯。喺呢段日子，佢用假護照頻繁穿梭喺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同越南等等嘅東南亞國家。照道理，佢手上嘅錢足夠去隱姓埋名喺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過住超級富豪生活，只要佢徹底低調。喺嗰個大數據仲未有今日咁先進嘅年代，江湖大佬佢哋想要喺茫茫東南亞揾到佢，其實都係大海撈針。但係黃山千算萬算，佢算漏咗佢自己人性中最強大、最無可救藥嘅致命弱點——賭癮。你哋話幾咁諷刺？一個靠住賭場起家，靠住呃賭資捲走100億嘅世紀大千王，
最終都係輸喺自己嘅賭癮手上。2016年嘅某一日，匿埋喺柬埔寨過住枯燥隱蔽生活嘅黃珊，終於忍受唔住寂寞。佢覺得件事已經過咗2年幾有多啦，風頭應該過咗啦。而且自己戴住太陽眼鏡同帽，邊個會認得出啦？於是佢靜靜咁走咗去柬埔寨一間極其隱蔽嘅地下賭場，坐上咗貴賓台。就喺佢全神貫注睇住佢手上嘅牌，準備大殺四方嘅時候，旁邊嘅一張台，一對凌厲嘅眼神突然狠狠咁望住佢。嗰個同樣喺東南亞發展，當年喺澳門見過黃珊無數次嘅澳門搭馬仔同行，嗰個人捽咗自己對眼幾下，反覆確認咗之後，佢就同自己講，佢就係嗰個值1億港元嘅黃珊。同行靜靜地行出去賭場，打咗個電話俾一個當地江湖大佬。半個鐘之後，當黃珊踏出賭場大門，佢都未停低腳步，幾輛客貨車突然一個急剎停喺佢面前，車門拉開，幾個彪形大漢一擁而上。喺黃珊仲未嚟得切嗌救命，班人就已經將佢推咗入車。喺柬埔寨將黃珊強行帶嚟越南下龍灣嘅就係民間債主組成嘅正義聯盟。黃珊當時喺威逼下手持自簽嘅聲明書，拍低咗錄影，承諾願意留喺東南亞，配合所有債權人進行對賬，並用盡一生分期償還債務。多方消息指出，黃珊之後就處於被債主們黑白兩道勢力嚴密監控嘅軟禁狀態。佢冇辦法返返去中國內地或者澳門。佢喺東南亞屬合法嘅博彩同埋灰色產業中，利用佢過往嘅洗錢渠道、操盤經驗同埋人脈，冇日冇夜咁幫大債主打工。佢賺到嘅所有利益都被直接扣除抵債，實際上係過住人身自由受限嘅大罪立功生活。點解債主冇將佢送官處理？因為坐咗監就徹底攞唔返啲錢。黃珊當年捲走接近100億港元，牽涉到兩岸三地大量頂級富豪、地下錢莊同各路勢力嘅私人資金。如果債主們直接報警或將佢送返中國內地、澳門法辦，依照法律程序，佢名下嘅海外資產同剩餘資金將會被官方依法查封、充公或者沒收。一旦進入司法程序，債主們1分錢都攞唔返。因為咁，黑白兩道嘅債權人達成共識，寧願動用私人力量控制佢，亦唔會俾佢去坐監。黃珊雖然冇坐監，但佢跌入咗一個比監獄更殘酷嘅無形監籠。只要呢筆100億黑洞一日未填返條數，佢就必須喺東南亞嘅地下世界裏邊，以債務奴隸嘅身份繼續為債主操盤。喺被慾望填滿嘅澳門賭局裏面，黃珊以為自己係嗰個掌控命運嘅莊家，但佢冇諗到自己最後都係賭輸咗自己嘅一生。請幫忙 like、comment 同 subscribe， 記得撳埋旁邊個鐘仔，新片一出，大家就會收到通知㗎喇。多謝晒。